来看这几天哦，山区的天气是真无稳定。中华变道崩山石头仔去讲到车，伫早起7点外，有一台车驶经过中华12.5公里的所在，互一粒大石头去讲到挡风玻璃，这坐伫副驾驶座的乘客大腿嘛受伤。 当往梨山的车队经过12.5 K， 就是青山会车田过1公里处，有一台名车遭落石击中。那伤者的话，主要是腿部的轻微挫伤，并无生命危险。那经本段人员通报消防单位前往现场处置，并由救护单位送往专责医院进行伤势的处理。 高管工务段表示讲，早起有一台要去梨山的车哦，驶经过中环12.5公里的所在，向有一粒大约5公斤重的石头落落来，去撞到挡风玻璃，副驾驶座的乘客大腿受伤，管制人员随着联络救护车哦，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。高管工务段嘛呼吁讲，最近哦，山区过道常常拢会落雷公雨，土巴较酸冷哦，民众驶车经过山区，就要特别小心。